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伫风台过去了后，阮来到教会。伫你的礼拜堂内底，阮要做礼拜。这个天地中间有这个自然的风台，伫阮的心灵也有搅扰，就是沮丧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就亲像风台，互阮做兄弟姊妹失志、软正、摇移。至圣的天父上帝，愿阮来到你的圣殿的时，无论阮的心神，无论外在。主求你的灵踮伫阮的中间帮助阮，互每一个追求你的囝儿查某囝，伫今仔日上帝你的话甲圣神的帮助，阮会当扫除所有对阮心中的控告、搅扰、甲伤害的失志的心。愿天父上帝来帮助，今仔日圣歌对所吟的这条诗歌，会当真侪祝福的诗歌，无任何事、任何人、无任何情景，会当阻挡。过当上帝你对阮的疼，我们伫你的面前讲哈利路亚，求天父上帝，圣我对所吟的诗歌，就正对圣神的光照入人的内心，也互人的心内得到医治，得到扶持甲帮助。阮将今仔日的礼拜交伫你的手中，也特别为着伫直播网络顶端，袂通甲阮做伙伫圣殿内底做伙实体礼拜的每一个人。愿主你的灵就互即个礼拜，真侪你伫天下中间对天顶所倒落来，上帝你圣神的声音、圣神的权能甲开力，愿将你应该得的阳光放伫你的至圣所，愿你来伫阮中间掌权，愿安尼恳求祈祷我所有圣名，阿门。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经过这个风台，咱搁伫圣主日平安来到上帝圣殿伫遮敬拜，请咱即时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甲伊请安，甲伊讲耶稣听你。耶稣爱你。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即时咱三甲吟诗来学了咱的上帝，咱来吟新圣诗308首。我要唱歌来学了。来，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了。
学了上帝至圣的名，愿要唱歌来学了，学了耶稣无比的听，愿要唱歌来学了，学了耶稣尊贵的名。每日出来的所在，伫到日落的大海，愿要唱歌，予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心事到万代，愿要唱歌，无人知。愿要唱歌来学咯，学咯诚心亲密的听，愿要唱歌来学咯。学了诚心关灵的名，愿要唱歌来学咯。学了三位一体上帝，愿要唱歌来学咯。学了全能全知的上帝，为你出来的所在，伫到日落的大海，愿要唱歌无人知。有丰盛的慈爱，伊的心事到万代，愿要唱歌无人知。你出来的所在，伫到日落的大海。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心事到万代，愿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心事到万代，愿要唱歌无人知。今仔伫咱的生命中检测，就亲像风台，检测咱有时会拄到咱毋知影的代志，总是主拢掌管，主拢掌管。咱接下来吟新圣诗587首，我毋知明仔载会怎样。主掌管将来，伊要看你。要看我，要看咱一路行头。我毋知明日的怎样，主带路，我免担忧。我无求，他日好一天，有时阵。充满望，主保守，地靠稳当。我到日靠主当脚步，伊在我头前路途，最最事。清早，主将冠冕衣，依靠
山岭，甲天山嘞，耶稣，你因为灵感，我的明了，我情在。依靠我，一路行头，愿在明日的怎样，自传路，我免担忧，我无求。何日个有时阵无安无得，你将来我充满恩望，主保守你较稳当，我大日。主动脚步，已在我头前路途。耶稣，全力为灵感，耶稣，我的明了。依靠我，一路摇头。啊，这你有相信主的确引带咱行头前的路吗？咱爱用咱的信心，跟对主，咱接续来吟。主啊，我要跟对你。主啊，我要跟对你。你有讲，我靠你的人有福气。主，我要我靠你，我要跟对你，我要来当到稳定的滋味。我要将你的疼甲人来分享。我心对我无恩望的事，带我行人生的路。伊的疼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事，予我恩望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主爱比生命较好，伊的话踮咱的心，互咱的脚步无偏离。求主带咱行人生的道路，
主，你的疼踮伫我的心，甲我同行，我要倚靠你。你的话踮我心，当我无噩梦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疼踮我心，当我无依靠的时，予我噩梦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请咱安静心。请奏乐。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静养，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拐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世间情人拢着恬静，人生徛伫面前，无你看如世间小事，各项恩典你相思，上帝降临你的城。三甲来吟圣诗72首，俄勒专灵的主上帝，请起立吟全首。咱三甲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
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所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是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共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免，请坐。三甲来启应。启应文37篇。启应文37篇，无得挂入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伊米娘，恁的身躯减无较大伫伊墙嘛。试看天中的飞鸟，无种作，无收成，恁的天父也得饲因。恁敢无比即个较贵气嘛？恁什么人用挂入，互性命较长一刻久？啥事为着伊像看路啊？刺伤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因无着我无芳质。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极行我的时，伊所种的毋达即号花的一蕊。打山里的草啊，明日今仔日伫地，明仔日迄伫火炉，上帝互伊穿到安尼，何况你小心的人啊！所以无得挂入讲，阮要食什么，要啉什么，要穿什么。因为恁的天父知，遮个拢是恁所欠命的。独独在身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遮个物拢要煞互恁。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挂入。因为迄个明日，因要家己看路。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遐。三甲过来吟圣诗。260首，我心君我时运宝座，请坐咧吟全首。
三甲来祈祷，感谢上帝保守甲看顾。真紧一年过了一半，阮回顾甲检讨，阮大大感谢上帝的赐福。下半年要搁再亚整、压肥、管理，总是修行在伫上帝。恳求上帝，互阮伫信仰、物质、生活拢有上帝的赏赐。伫即段时间，传统产业的景气无好，真侪工厂停工，或者是一礼拜上工2、3工，真侪劳工朋友生活受到影响。这个大环境，阮袂当为因做啥物，只有恳求上帝带领，互景气紧紧恢复。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免。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有你怜悯我，上帝救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赞美请圣乐队。
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旧约圣经诗篇77章，诗篇77章。我要对上帝出声求救，我对上帝出声，伊要按耳孔听我。伫我患难的日，我找主，我伫眠时举起手无停，我的心毋肯受安慰。我少念上帝就迫切，就逼迫。我静静想，心神分气。你互我目睭无一丝刻，我烦恼到拢袂讲话。我对念古早的日，就是极早的年。我想起我民间的诗歌，我望家己问，我的心神也详细省察。主要永远放散吗？无搁施恩吗？伊的慈爱减永远强劲吗？伊的应允减代代悔无吗？上帝减袂记得伊施恩吗？袂记得施恩吗？减因为受气塌捌伊的慈悲吗？我讲，这就是我的软弱。至悬的伸出正手的年，我要少念。我要讲起耶和华的所行，少念伊早时的新约。我要测度伊的所行，静静想你的所做。上帝啊，你的路是圣的，有啥物生命较大，亲像上帝？你是行奇事的上帝，你捌伫万百姓中间显明你的权能。咱阁看一位新约圣经罗马人书第八章35节到39节，一嘴要过断咱伫基督的疼，或是患难，或是困苦，或是困足，或是枵饿，或是痛体，或是危险，或是内倒啊，亲像所记载的讲，阮为着你的缘故，终日受死，看做亲像要杀的羊。反正伫这的拢总的事，咱对疼，咱得胜，甲有剩，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的，是将来的，有权能的，是权是深，也是别个受造的物，拢袂过断咱伫上帝的疼，就是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有的疼。以上正道信心的条条，请曾牧师。所听兄姐，愿恁平安。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伙分享一个信心的条条，伊的意思应该就是我要怎样伫一个忧郁、沮丧、失志的情景的内底，重新成做一个有活力、是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我要怎样对一个死荫的山谷，然后爬到山尖的所在，如鹰展翅上腾。愿这个信息，特别今仔日这个宝贝的诗篇77篇，会当帮助兄弟姊妹知影，咱无孤单。古早上帝的百姓，因捌怎样伫真失志的时，讲出上帝也敢讲，连你都无爱我嘛？我想这句话，树吉长老一定上界有感触。我来教会甲陈牧师，伫咱教会牧会第6年，树吉长老伫开会中间就讲一句话，伊讲过去我回想这堂教会，我感觉好亲像这间教会连上帝都无爱点。今仔这个诗篇77篇，这个诗人毋是大卫。咱传统上拢甲诗篇，就一个印象就讲，拢是诗篇，拢是代笔写。其实伫诗篇的中间有大概7篇啊9篇，
是亚萨所写的。亚萨是一个圣歌队的队长，伊会写歌，会写诗，会带领耶路撒冷敬拜的圣歌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互咱会通用圣神的帮助，对亚萨伊的生命的改变。因为这首诗有20节，亲爱兄弟姊妹，你若感觉你正经还是讲真爱，伫你的心境的中间得到沮丧、忧郁、焦虑，愿你用基督的心读这篇诗篇讲：主啊，你怎样改变亚萨？伊放落迄个跨路，重新来仰望伊的列祖的上帝，伊所得到新的信心，伊有的我嘛要爱有，伊有的我嘛要爱有。所以，爱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咱开始学习怎样成做一个永远有愿望、永远有信心的基督徒。伫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做伙同心搁一摆，咱来祈祷。主，我知，阮深深知影，伫阮的尽头就是上帝你的开始。今仔日，阮所共读的诗篇77篇，就是人伫尽头的中间咧问讲：上帝，我的上帝，伊减已经真无能为力啊嘛！主啊，伫今仔日的诗篇的中第10节，亚萨就是安尼问上帝讲：我心内最受伤的，就是我的上帝的双手无力，已经推落来。兼讲我的上帝已经无法度掌控，伊无能为力啊嘛！所听的天父上帝，伫真实际的时刻，主啊，你互伊重新安静受安慰。主，伫今仔日的礼拜，阮嘛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中。无论伊伫什么所在，阮的心内若有动荡、不足、着磨、失志，递到阮要求讲：上帝，你敢还有在听阮祈祷吗？天父上帝，求你甲阮讲。你的听永远无受过断，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知影，你永远无弃杀你所选的百姓，你所创造的阮。愿阮伫今仔日的礼拜，阮的信心就亲像圣殿的礼拜堂的调酒，你重新甲阮起造，互阮真侪勇壮，有信心、仰望、仁爱。主啊，伫你的面前，将今仔日的圣会交伫你的手中，恳求圣神。对每一个失志的阮兄弟姊妹，讲仰望的声，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的诗篇第6节、第5节，亚萨就是安尼讲，兼讲我的上帝无搁再施落伊的怜悯甲慈爱吗？伊兼讲伊无听见我伫暗时举手会祈祷的声吗？所听的姊妹，咱真侪时阵有时。咱会失志，甚至即句话嘛是伫咱的心中，咱讲阿门。对无好的信息，咱毋通讲阿门。但是对即个情景，怎样得到上帝的怜悯？对迄个深深的迄个死因的要求，佮重新得到圣洁的扶持的亚萨，咱甲上帝讲阿门。主啊，你互亚萨伊会通伫上帝你的怜悯的中间，重新将迄个失志，就是亵渎上帝的祈祷讲。怀疑上帝的心，咱放伫一边，咱甲上帝讲：主，我甲亚萨同款，主啊，亲像约伯，亲像亚萨，伫逐世代有真侪上帝百姓，因嘛捌失落因的仰望甲信心。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主啊，我深深知影，你的确听我到我永远到永远。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伫今仔日的诗篇第1节到第6节。亚萨伊嘛安尼讲，我的心毋肯受安慰。我毋知兄弟姊妹，你听着即句话了，你有甚物种的回应？实在讲，真侪时阵，咱认真要读圣经，但是有当时信袂落，为甚物？因为迄个苦楚，真侪的忧苦，滴落目屎，压榨咱目睭，看到上帝的怜悯。愿天父上帝帮助。亚萨讲，我烦恼到讲袂出话。兄弟姊妹，咱的信仰的前辈嘛安尼鼓励咱讲：当你毋知要怎样祈祷的时，会记得圣神亲自用讲袂出的吐气，为着咱来祈祷。因安尼甲咱讲，当你无法度用一个真
完整的话，真清楚的话，放伫你的祈祷书的内底，对上帝讲的事，就亲像耶稣讲：我的心毋经受安慰，我烦恼甲讲袂出嘴，讲袂出话。牧师要甲恁分享，就是伫2000年来灵修中间有一种的祈祷，叫做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你会记得这个祈祷吗？兄弟姊妹，如果有时你真正拄到这个情景，就是连祈祷都讲袂出来时，请你会记得，毋是真牧师甲恁分享，是2000年来有真侪咱信仰的前辈，因嘛甲咱同款，但是因知影一项代志，主啊，伫我的尽头是你的开始。伫我做未来，我要倚靠迄个帮助我的上帝。我要倚靠迄个帮助我的上帝。主啊，求你怜悯我。愿今仔日的礼拜会当唤起兄弟姊妹咱的信心甲意愿，咱愿意用基督的心重新来读诗篇第77篇，因为这个诗篇有分前段后段，总共20节，用第10节11节做一个真要紧的转捩点。迄个10节11节就是。这个诗人亚萨伊伫伊的一生中间最低潮，就是已经行到山坎，伫咧上深黑暗的树林内底，已经讲无话啊！伫迄个时阵讲上帝啊，敢连你都无爱我嘛？所以兄弟姊妹，亚萨伊伫迄个深坑的所在会吐开，上帝的圣心来怜悯帮助伊。伫这个诗篇的中间，并无教咱怎样伫失志的时。用什么种的方法？因为耶稣伫伊的祈祷书的内底，并无讲到伊怎样改变。但是这个诗篇对11节开始，13节、14节，今日咱所读的，伊讲有什么样的上帝会当赢过你？有什么种的生命会当亲像我的天父上帝？伊开始原本是吐气，原本是家己伫心内中间手抓条条，毋肯受安慰。但是当圣心慢慢用平安放伫伊的内心的时，伊慢慢对迄个山谷，亲像抬头看天顶的上帝，对渺小的自己，看到天顶上帝的荣耀。我阁讲一摆，咱是一个极其微细有限制的人，但是咱的上帝是无限量。你会记得伫6月初牧师要甲恁分享受苦的好处吗？代表讲我受苦。有什么利益呢？伊讲原来我才知受苦是做我的帮助，是做我的利益。然后记得代笔你安尼讲的时，圣经安怎回应嘛？人伫苦难的中间才认捌，家己是极其微细、极其有限。伫咧极其微细时阵，人才开始有谦卑的心，人才开始知影讲靠我无才调，都只有靠上帝。有人靠车。有人靠马，独独我靠耶和华的名。人伫苦难的中间，才知影谦卑，才知影我靠上帝。所以伫迄个时阵，人开始会要抬头仰望，就是对家己微细的家己来转向上帝。所以今仔日的分享信心的跳跃，这个跳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对深谷、山谷。这个极其实际的死荫的山谷开始转变，放落一切，开始往上望来行。求天父上帝的圣神讲互咱听。伫圣经中间有真侪所在，拢咧讲起人怎样伫失志、沮丧的中间，怎样来得到新的望望。上出名的苦难的诗篇就是约伯。约伯记伊咧讲起。一个义人怎样受苦？但是约伯记到29章开始，上帝开始讲话。真长的时间，上帝无对约伯讲话。真侪基督徒嘛发现一项代志，就是伫苦难的中间，咱常常感觉咱听袂到上帝的声。但是伫不知不觉的中间，上帝的圣心就进入咱的孤单的心的内底。今仔亚萨就好亲像约伯记的浓缩，亲像约伯记的浓缩。约伯是一个见证怎样伫受苦的中间听见上帝的怜悯，最后伊对心来讲：前我风闻有你。今仔日我亲目睭看到上帝，
愿圣神帮助咱在座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信是真的。愿咱对上帝讲阿们。上帝，你有约伯的，上帝，你有亚撒，上帝，你有大卫。我受苦是做我的利益，互我伫患难中看见上帝你的存在，互我对我家己的自我，对我自我的情绪，对我自我的思想，对我自我的方法，我放落亲像摆开的人放落伊的管啊！伫今仔日，我将这个沮丧的灵对我的心来摕出来。主啊，我将我的沮丧交托给你。主，求你对我的心来将这个垃圾，将这个骄傲，主你该扫清去。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有一个新的信心。咱甲上帝讲，无论怎样，对永远甲永远，我要坚持你是我的上帝，好毋好？兄弟姊妹，互这种的信心陪伴你到一生的路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主耶稣讲，我要求天父上帝收拾圣神，圣神要甲恁三个弟弟直到世间的路尾。圣神要甲咱三个弟弟直到世间的路尾。愿这个圣神今仔日进入咱的家庭，特别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咧听圣经的话的时，圣神讲互咱听，互咱明白亚撒伊的头盔就是咱的头盔。上帝伫伊头盔的时阵，上帝拢无讲起你用什么方法来改变，无。你若要问牧师讲，那安尼我要安怎改变呢？顶礼拜，咱的礼拜中间读着两段圣经，一段圣经是犹大书20章21节，伫至圣的真道顶悬造就家己，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第三，常常珍惜进入对上帝的怜悯甲慈爱内底，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然后牧师甲恁分享讲，礼拜堂需要有4支调酒。顶礼拜的周报，今仔日周报内底，顶礼拜祈祷文讲，什么是4支调酒？第一，就是我的心内需要有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就是智慧，也是伊的光。我的心内需要有什么？需要好的灵，好的灵，互我无听到迄个魔鬼叫叫的声。魔鬼讲：“你害啊啦，因为你无路用，上帝嘛无爱你啊。”请听今仔日的视频，其实亚撒嘛是安尼。魔鬼甲亚撒讲：“你害啊，上帝对你收回你的慈爱，连上帝都无爱你啊。”所以啊，你姊妹，上帝无讲这种的话，迄是魔鬼所讲的话。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我的心内需要有上帝的话，我的心内需要有圣神，我的心内需要有上帝，伊对我耳孔所讲的话。我才知影，我伫人生中间，我一生的使命是要做什么。上帝的圣神开咱的目睭，就像主耶稣伊用伊顶十字架的手，划伫咱的目睭，伊的保护就甲咱洗清气，忽然咱目睭就金。就亲像伫以马忤路上，甲耶稣同行伊的学生，伊讲莫怪，伊甲咱同行的是咱的心火热。咱的目睭忽然就开，就知讲啊，原来是4个我的主耶稣，甲我同行人生的道路。原咱来听今仔日这段视频。今仔这段视频，伊讲我伫暗时所唱的诗歌，暗夜所唱的诗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常常足奇怪，日子是无用的时阵较袂操烦，但是常常拢是到暗时咧困的时阵，才变来变去袂困的。因为魔鬼的声进入咱的房间，进入咱的心内，常常将迄个受气、怨叹啊，人对咱的辜负，做咱心内的怨毒，有真多的情绪伫咱的内心。咱的心伫暗时所唱的歌，常常是靠调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开始了后，咱每一日暗时所唱的歌，拢是 Shalom, my friend， 平安。上帝所听的经字，愿主将这条诗歌对哭调啊变作喜乐的诗歌，对忧伤变作愿望。当咱失去倚靠的时，上帝进入咱，
的生命中来成就咱的帮助。上宝贝的这个诗篇分前段后段，第一段到第6节，就是伊的讨开。迄个讨开足直白，若要用咱的话讲，亵渎上帝，也是讲这个基督徒是一个真白目，较会使对上帝讲这个话。上帝啊，你敢有存在？上帝，你敢有听我的祈祷？我举起双手来祈祷的时阵，上帝啊，你敢连我都无爱听？兄弟姊妹，咱毋通笑亚撒。其实真侪时阵，咱心内是安尼想，毋敢讲尔，敢毋是？有真侪时阵，咱的祈祷中间，咱毋敢怨叹上帝。但是这个上帝是亲像一个慈爱的老母，伊倾听咱心内的讨开。亚撒就甲咱讲。我的上帝是将我讨开的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所以对第7节到第9节，亚撒开始安静落来时阵，伊讲：我要来思考看卖咧，到底我的祖先的上帝，我的时代的上帝。所以开始安静默想，回想上帝的过去年代的作为，伊的生命改变。对11节、12节，你来读的时阵，伊安静来读。今日牧师要甲咱分享。一段真歹了解的话，就是记载伫第10节。第10节这段圣经的翻译伫真侪圣经中间是全然两看，是真困难翻译的一段话。话翻译话讲：我害啊，我真受伤，因为我所敬奉的上帝，好亲像是一个双手推落来，受伤无能为力的，伊的手是推落来的上帝，伊的手，伊的正手。无搁再有能力，因为伫圣经中间咧讲起正兵是代表稳定甲权柄，所以上帝正手代表上帝行权能的迄支手。伊讲我咧少年古早上帝正手的事，是安怎即支手无伫今仔日咧？即句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亚撒伊的讨开的中间，这是今仔日的结论。愿所有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当咱伫人的尽头，人甲门关起来，上帝甲咱开门，咱伫极其绝望的中间会记得，咱若对上帝讲起咱心中的心声了后，爱会记得留一段时间，互上帝讲话，留一段时间，互圣神来带领，毋通消灭。圣神伫你内面所做的工，亚撒并无讲圣神安怎甲伊说服，但是忽然对12节开始，伊所有的祈祷书内底拢改成你。对第1节到第6节，伊拢讲我毋肯受安慰，我讲袂出话，我连祈祷嘛无能力。但是对12节开始改变，你。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对上帝讲了咱心内的讨开了后，会记得拍开你的心，互上帝来做工。虽然上帝无亲像心理学家，嘛无亲像智商的心理医生，伊无需要甲咱解释足侪理由。但是上帝的圣神踮伫什么所在？什么所在就得自由？你会记这句话吗？我毋免要求上帝逐项拢爱甲我解释，但是上帝，我深深相信你就是我活命的主。主啊，你无需要甲我解释，但是我需要你。兄弟姊妹，这句话听有无？上帝无需要甲咱解释，咱嘛无需要要求上帝对咱解释，但是咱甲上帝讲：上帝，我无需要你对我解释，但是我需要你踮伫我的生命中。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拍开咱的心，咱出咱的双手，咱邀请主耶稣来到咱的生命，就亲像迄个撒该，主耶稣甲伊讲：撒该，今仔日我要去领导。耶稣讲：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找失丧的人。耶稣甲撒该讲：今仔日救恩临到你的厝。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讨，咱来听今仔日的诗篇安怎讲？以撒伫伊的话头一句安尼讲：我捌对上帝出声求救，我对上帝出声以耳耳孔听，
伫我患难的日子，我寻求上帝；伫我迷失的时候，我举起双手无停。总是我的心毋肯受安慰。你捌有即种的情形无？咱莫问上帝讲，上帝你是咧拄久嘛？上帝你是目睭青迷嘛？吼，即个话讲了足严重。莫凊彩讲，虽然牧师拄则讲上帝是听咱吐气的上帝，但是咱心内若要有理性，就无凊彩讲亵渎上帝的话。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卡伫地。第31讲，我少念，我默想，我心内悲迫，悲迫就是讲我心内艰苦，我静静想到用要分去，我想袂通，就亲像目睭拍干，求天父上帝帮助。你互我的目睭无一时刻拄久，你互我的烦恼，我烦恼我家己低到连讲话嘛讲袂出来。我就回想少年古早以色列怎样得到你的怜悯，无论是出埃及，无论是伫巴比伦，主要求你怜悯帮助我，互阮会当伫你的怜悯的中间。这就是我暗时的祈祷。我想起伫暗时的我的心内有我的心声。亚萨是一个圣歌队队长，所以我受伊一个真特别的特质，就是伊常常将迄个心内的感觉情绪变做祈祷词。将伊的心内想法变做诗歌，兄弟姊妹，生命之歌。咱每一个人拢有一条生命的诗歌。即摆你伫山上，也是伫山谷。这个时刻的你，是你伫生命中间的死荫的山谷，也是伫迄个青翠的草坡，伫迄个山尖的所在，来看见上帝的荣耀。愿天父上帝甲咱撒下伫地，但亚萨伫这个所在第7节讲：主啊，你兼要永远放杀我嘛？你兼要让我收回你的怜悯甲慈爱嘛？主啊，你兼讲无搁再施恩怜悯我嘛？所听的姊妹伫旧约的中间，以色列人伫患难的中间，上帝有3句话：第一，希色；第二，就是哈娜；第三，就是罗罕。我解说这个话，过去你捌听。希色就是上帝是信实的。第二，迄个哈娜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恩慈。第三，罗罕就是上帝的怜悯。你若了解圣经旧约中间伫患难中间，上帝都用这3项作为来回应人的需要。我咱伸出双手，咱甲主祷告，主啊，求你将你的怜悯，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息到万世代。主啊，伸出你的双，我的双手。主，你伫4000年来，你伫以色列的中间，伫患难中间战争、饥荒、甲瘟疫。旧约的中间讲到3项人类中间所拄到3个苦楚，就是战争、饥荒，搁什么？瘟疫，就亲像咱即摆都拄到武汉肺炎。上帝用3项来改变，这叫做上帝怜悯的作为。求天父上帝甲咱撒甲伫地，咱甲即句话摕出来。就算做你心内有安尼想，无安尼讲，咱甲上帝讲。主啊，对今仔日开始，我无爱做一个自哀自怜的人。主对今仔日开始，我无爱做一个孤单行天路的人。主对今仔日开始，互我深深享受以马内利的上帝，甲阮撒甲伫地。所听的姊妹，一个以马内利的上帝，不止点伫德堂教会的礼拜堂内底，一个以马内利的上帝。无所不在，上要紧，以马内利的上帝，家己若伫心内祈祷讲：主啊，求你怜悯我的人，一个以马内利的上帝，就甲咱撒甲伫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诗篇，来用马可福音第9章22节的第2句话，咱安尼祈祷讲：主啊，求你怜悯我。伫回想主耶稣3年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有偌济人，因甲耶稣讲：主啊，代笔的好的，求你怜悯我。现在这些故事拢来讲起福音，主耶稣带来祝福。主啊，求你怜悯我。无论迄个毋敢讲话、毋敢公开讨的，迄个犯着血漏的妇人人，
伊偷偷来摸耶稣的衫机，伊是讲这个伟大的主耶稣，我若摸着伊的衫，迄个能力就会来到我的人面中间。咱的主耶稣不是一个魔术师，不是。咱的主耶稣是上帝，咱的主耶稣就是所有的权柄能力的主。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讲，主啊，求你怜悯我，改变我的时光。亚萨伊暗时的时光，互圣神的帮助，伊忽然，伊感觉伊的上帝毋是一个无能为力双手随落来的上帝。等下我拖你读英语的圣经的翻译，真正伊是讲我的上帝手放落来，伊的手，甲看讲甲过去无共款。过去我的上帝是一个手是有权柄的上帝，我的上帝今仔日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上帝，毋是，是我们渺小的眼睛将伟大的上帝看小了。咱的目睭将上帝看轻，迄个伟大的上帝，主怜悯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这个诗歌上牧师捌甲恁伫分享过，这个代笔的诗歌讲。我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无论是伫6月、伫2月，牧师有讲起两段甲今仔日的圣经经文有相关的，恁若肯，恁会当去找出来恁的周报，你收集的周报，或者恁会当 YouTube 电视甲这两个讲道片摕起来，佮重新佮听一摆。第10节是一段非常困难翻译，因为伊的翻译本内底有真无共款的翻译。首先，我要甲咱讲，这段是啥物话呢？这段是亚萨伫伊真实际心内真看入的时阵所讲的一句话。伊咧讲起伊心中的上帝甲伊的情景。伫咱今仔日的白话字的圣经，巴克的翻译是安尼讲：我讲这就是我的软正。这句话翻译了，还佫较客气。真正的翻译，有人翻译甲真直白。伊讲我真受伤呢。上帝，我遮尔疼你，我对你遮尔敬虔，我真受伤呢。上帝，你的手，你的正手，今仔日敢讲你无爱举起来，你搁放落去嘛？伊的意思是，上帝，你敢今仔日无要怜悯我嘛？上帝的正手伫旧约的圣经，伫圣经内底是代表上帝的权柄。所以恁会记得犹太人因常常举手祈祷，摩西伫战争的中间，甲亚玛力人修正修他的心，伊的手若垂落来。以色列的军队就节节败退，所以叫阿伦和尼伫伊的双边，紧的甲摩西手酸的手甲扶起来。今仔这个诗篇大概有这个意思，但是伫这个所在的翻译，圣经真正的原文是安尼翻，伊讲我着对上帝安尼讲，我真忧伤。上帝的正手发乎，这是后来翻译的人伊加起哩。原来上帝正手是代表权能，这个话讲上帝手敢改变了吗？伊的姿势改变了吗？上帝手本底是接纳，是行新约之事。上帝手今仔日改变了吗？咱的上帝是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嘛永远伫地。咱的上帝无将伊的怜悯收回。独独只有啥物？亵渎上帝、看轻救恩的人，毋是上帝收回，是因家己将迄个救恩丢弃了，离开正道。毋是上帝收回，是人看无上帝，看轻上帝。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所以拄则牧师甲恁翻译即个英语的圣经，伊讲。His right hand 就是上帝的正手。我讲上帝的正手，我用黄色这个字叫做伊失去伊的 grasp， 这个字就是讲上帝的掌权呐。上帝敢无能力搁再掌控这个历史？上帝敢无搁再能够掌控大局吗？我的上帝手已经失去伊对所有这邪恶的管理。减讲 ，Does its hand 互伊放落来手。powerless 就是讲无搁再有权柄能力，伊的手放落来，无失去伊的能力。最后，伊毋敢称呼上帝的名，因为犹太人绝对无亲自讲出耶和华这个字。犹太人讲袂使滥觞称呼上帝的名，
所以拢常常讲主啊。但是伫这个所在，英语甲伊翻做 the most highest， 就是讲至高的上帝。所听的姊妹，你所相信的耶稣，是你至高的上帝吗？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主啊，无论怎样，永远到永远，我尊你最大，我尊你最高，愿天父上帝甲我三甲伫地。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搁较白目，搁较直白。歹势，上帝话不白目，但是这是翻译的问题。但是我感觉中文现代译本伊翻译了最贴切原文亚萨的心声，伊安尼讲。所以我讲，我真受伤。至高的上帝的能力，伊的手，伊的权力已经改变了嘛。所以兄弟姊妹，亚萨虽然安尼讲，但是这篇的诗的内底，其实本意毋是安尼。伊的本意是，我咧遥记我的上帝的事，我的上帝互我知，其实伊是一个奇妙惊世新约奇事、奇妙伟大的上帝。伫这个地上，无任何生命会通甲我的上帝相比。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听有清楚上帝的话。第一，亚萨看起家己的限制，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始。伊看到家己的有限，伊看见家己的软弱，软弱甲袂通讲话。伫伊遥疑上帝的时阵，难道三摆？伊甲上帝讲减讲，上帝拢无讲话，上帝嘛无为着家己解说，但是伊伫安静的是13节、14节，第一个所在讲我默想，伊连续讲我两解默想，一解默想就是用上帝作为最中心，第二摆默想就是什么拢无。摒空家己内底遐个情绪，倒空垃圾，要啉清气的水，摕清气的杯仔来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上帝讲，我要亲像亚萨，对死因的幽谷到山巅，对深深的山谷，放落我心中的看路，就亲像摆开将伊的管仔弹落，对上帝伫圣贤的中间展翅上腾。如鹰展翅上腾，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伊的灵，伊的听，他的灵，他的爱，转化我们的信心。伊的灵，伊的听，互咱毋肯受安慰的心，伫上帝的面前全然得到轻松。咱甲主讲，主啊，我全然来交托你，求天父上帝帮助。所以这11节、12节，亚萨安尼讲。我要讲起耶和华的所做，少年伊伫早时所行的新约。我要准托你所行，我要静静想你的作为。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无论是准托，无论是静静想，拢是一个愿意将咱的苦楚主张，互上帝的作为，互上帝的主张，成做咱的主张。所以，当伊放天开伊的双手。无再受气掠条条，咱若咧受气的时候，你发现人的手是安那，是毋是掠条条？差点仔就甲伊摸落去，吼！所以人受气的时候，拢有一种的攻击防卫、自我的坚持。但是今仔日亚萨互咱一个学习，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伊对上帝讲：上帝啊，你的道路是神圣的，有甚物种的生命会当亲像你咧？你所行的奇事，你是行奇妙大事的上帝。你伫万百姓中间显明你的权能。愿天父上帝伫你的人生中间做这种的改变，帮助咱的沮丧，帮助咱的焦虑，帮助咱错误的主张，帮助咱唔肯受安慰的迄种的固执。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从幽谷到高处，对山死荫的山谷。到伫荣耀的山尖的所在，求天父上帝亲自帮助咱，无人放会落。这个掠条的手无容易拍开，这代表人的情绪甲受气是无容易静落来。
但是求主耶稣用伊的听，甲伊的信心，主的听甲伊的信心，也伫咱的心内，咱毋肯受安慰的心，主拢毋免讲话，伊的信心若来，迄个所在就得自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承认咱家己的无能为力，承认咱家己的渺小。主啊，毋是你无能为力，是我无能为力。主啊，是因为我的目睭小看了你，求天父上帝，你伫我的人生中间，互我明白你奇妙的作为。愿这个上帝甲所听的姊妹，甲你三甲弟弟，上帝的圣手牵咱行过死的山沟，走过死荫的幽谷。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有耳孔的人就听圣神的声；有耳孔的人兄弟姊妹，就趁咱也有理性，趁咱也安静的时，听上帝圣经话命的话。愿咱伫今仔日最后的一句，就是牧师要甲咱分享最后的一句，就是今仔日的新约的经文。之水会通隔断咱伫主耶稣基督的听。保罗讲：我深信，无论是我是死，是伫顶悬的、伫地下掌权的，还是受困住的，拢袂通隔断上帝的听，就是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听。今日所读所有的罗马书50的经文浓缩，简单来讲，就是这个节录版。伊节录版讲，无任何人会通隔断耶稣基督的听。我深深相信，上帝的听是无可阻绝，是无受阻挡的。兄弟姊妹，愿这句话，甲今仔圣歌队所吟的诗歌，祝福你甲我，祝福咱的家庭，祝福咱的教会。当咱唱出这种的诗歌、信心的诗歌的时阵，上帝的权能就运行伫咱的中间。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至权荣耀的上帝，阮何德何能，通对你求讨，佮得到帮助？毋是因为阮有甚物种的才情，乃是因为上帝你就是一个欢喜，为着人的需要来做扶持怜悯的上帝。至圣的天父上帝，今仔日，阮同齐伫你的圣殿，佮一届听2900年前亚萨的诗，求天父上帝帮助阮所听的诗，会通成做阮的祈祷，圣神进入阮的心内，互阮的信心跳跃，互阮的心活跳跳。阮伫你的面前用渴慕的心，抬头仰望你，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
咱三甲来吟圣诗461首。我的信心若无定，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奉献。
安尼，请曾牧师。咱会用即个时光做咱的祈祷，回应今仔日圣经互咱的信息。耶稣听你，咱要恳求主耶稣伫咱临死的时，将伊的听享受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内心。咱一生中最大的福分，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就咱脱离黑暗的关系，脱离黑暗，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当心来祈祷，主当阮讲平安平安的事，阮想起伫阮中间有破病张成即师娘，感谢你，互伊得到手术平安顺遂，恢复倒来到伫厝里。主，阮恳求主你帮助每一个伫心内有郁卒劳苦看路的人，就亲像今仔日的诗篇所互阮鼓励，我要怎样伫艰难的中间，由阮来仰望上帝。主当阮讲平安的事，愿你的平安进入到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心内，也通过今仔日的礼拜，无论伫什么所在，阮的兄弟姊妹，愿主你所想事，主耶稣基督永无隔断的听，就是对天父上帝你所想事，你全然无保留的听。就伫阮两者中间，伫阮患难的日甲年，伫阮逐种的心境，主你的听就成做阮最大的安慰、扶持甲帮助。愿你的平安进入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厝内，互阮甲你三甲伫地。愿同心祈祷，我耶稣的性命，阿门。咱今真欢喜俊爷倒来做礼拜吼，是毋是俊爷？嘿。牧师目镜无啥教导，所以但是看安尼真欢喜，俊也都来做礼拜。敢有第一摆来做礼拜的朋友，愿主甲咱三个伫地吼。好，咱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今日透早有一个姊妹已经看见咱昨暗已经所放伫咱的网络顶悬的祷告词，所以今日天光我就接到这个姊妹，伊回应讲，这个祈祷感动伊，诚做伊的祈祷。咱嘛，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有人生日，小庆这礼拜因为确诊袂当倒来，又特别交代讲牧师，请你伫礼拜中替我祈祷。所以这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咱来祈祷。是阮里面的上帝，阮深深相信。你听你的囝儿、查某囝的祈祷，伫阮逐种的情景的中间，阮向你恳求，特别阮为着即礼拜生日的小庆姐、新恩甲阿强，求天父上帝你画手伫因的顶面，祝你用油抹因的头壳，互因生命的杯满满佮甘甜，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伫即礼拜生日的3位，互阮伫过来365日，逐日拢担着主你恩典的滋味，亲近着旷野40年的以色列人，因每一日拢有上帝所赏赐的玛纳。主求你怜悯帮助，也赏赐圣神踮伫因的心，圣神所来的智慧，互因会晓诚侪生命好的管家，算数家己的年日。
重视伫上帝你的教示甲旨意，愿天父上帝施恩祝福，互因天天有上帝恩典满满。愿安尼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咱下面来请邱家长老来报告。我来报告，顶周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早起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伫礼拜堂，青少课拜六9点半，教育馆查经班拜六9点半线上。圣港学师，思会澳洲思会陈英宏长老，领事陈忠胜长老，司琴陈美秀执事，书宪招待张凤云房间执事，爱餐请尤雅丽姐妹。新眼讲的读经表，咱照安尼家己看。基地交通今年野外礼拜预定8月20举行。地点伫北门市基督教会，请大家预留时间报名到7月30日截止。中华中华妇女事工部2023年度妇女生活营，日期8月25、26，地点台南市嘉义里宣教中心，报名费用每人2800块。报名到8月14日截止。第三，后主日有圣餐，请备办心。礼拜后有8月份的中级会，请中级出席。生日的咱以下生，咱为因祈祷，奉献咱家己看有毋对，则用过价来反映。大道事项。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以下身体欠安的兄弟祈祷。第三，为青少年新生灵课业祈祷。为升大学大道、升大学受恩、语义甲名誉。第四，为结婚的青年婚姻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大道妇人直接祷告打牙。以上，来吟上行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吟全首。心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之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世到永远无尽。阿门。谢谢，灭道必会。